台湾甲日本的绘本创作者，逐年拢会举办展览。今年展出33本册，有4本台语绘本，拢是也未出版的新册。其中《台语予鱼仔食去啊》这本绘本，作者是用人的身份来比喻台语，希望互囡仔了解母语失落的历史。台语看到人会讲食饱未，大家拢知影。台语真有礼貌，常常讲歹势，大家拢知影。册的主角就学做台语，后来去互阿爸的青云人等落海两互鱼仔食去，若有人讲起台语，就会互处罚。这是绘本作家黄旭琴的新作品《台语互鱼仔食去啊》。即马当地册店里的手工绘本展展出，作者甲台语用人的身份来比喻，希望透过囡仔会当理解的方式来讲严肃的历史。一个人。有一天，咱拢袂当熟悉伊，用赶去足远足远的所在，叫伊来食去之类啊。咱拢无熟悉，就慢慢大家拢毋捌伊啊。足可惜，其实台语是足好的人啊，所以有一天伊转来了后，就像即马慢慢转来。我感觉咱应该讲，有机会慢慢去熟悉。其实册展的册拢是今年烧烫烫也未出版的新作品。册店里的手工绘本展已经满10年，是一阵台日创作者做伙办的展览。当年的做一本手工绘本，在4家独立册店展出。今年拢总33本，其中有4本台语绘本，包括黄旭琴的作品在内，也有作家朱玉玲和朱家辉，甲头届以台语参展的作家张尚优。这个展览的过程中啊，阮一届一届读互来听的读者听，迄阵阮家己可能嘛会感觉着讲，我这本册佫倒有也有缺点。真正要出版之前，我嘛有可能佫做一寡改善。当然出版社嘛会互阮新的建议。目前头一站是伫台北，续来阁去到宜兰和高雄等4个县市展出。现场原来邀请作家来朗读家己的册，甲读者分享创作的想法。策展人表示，透过展览，若新世代创作者会当展现作品，出版社嘛通找到有兴趣、有潜力的绘本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